遐困时啊，真侪民众拢会出门去行搭。不过，伫台北有民众伫咧网络顶订便当的一间民宿，伫出发进前，伊有甲业者确认，想袂到到位的时阵，所发现无通带，甚至搁爱加钱。这个旅客投诉了后，县府一个调查落，发现这间并不是合法的民宿，而且去到现场稽查的时阵，业者竟然用无人柜台，想要闪过稽查。这伫屏东市的民宿第2楼无明显的招牌，互消费者控诉透过订房网有订2人房，也得到业者回答有订确认，毋过到位时阵被告知无这个订单。他说就是2个人，然后就房间就给他了。那我们一听就愣住了，我们还有对话记录，前几天也还有在问你，然后你也说OK 啊，了解啊，没问题啊。后来他又说有一个4人房啦，不过你们要加价。业者讲2人房已经卖完，爱带就要加钱带4人房，甚至改变主意，固执接单，互消费者差点伫咧街路流浪。最后是一直拜托业者才介绍因到其他路区饭店住，这种经验互因无法度接受，也发现这是非法民宿。这是2人房。嘿，对啊。如果说他这样子坚持要你住入就4人房要加价。经查，该反映之民宿为非法民宿，本府将派员前往稽查，若查证属实，将依法开罚。拜日早起，县府稽查的时阵，发现民宿是无人柜台，业者联络电话也无人接。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无人柜台比较多所以查起就很困难。县府已经将这间列为无定期稽查对象，会随时抽检。若发现违法违法，也建议消费者订房进前，先去屏东县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无合法业者的名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